智能手機發展迅速，手機嘅應用程式即係 Apps 咧越嚟越流行喎。冇錯，全亞洲第一個啦，以應用程式為主題嘅手機博覽仔香港舉行啦，一齊睇下啲新程式同埋技術啦。捉蝴蝶唔一定要喺郊外㗎，利用智能手機下載應用程式，透過手機嘅攝錄鏡頭就可以玩捉蝴蝶遊戲啦。捉到啦！又睇下最新嘅無線通訊技術啦，買紅酒都幫到手㗎。通過呢個技術，只要將部手機拍埋支紅酒度，成個紅酒嘅資料喺晒裏邊出現。你可以有好多嘅創作餐廳啦，你去到拍一拍，咁你知道今日嘅餐牌係乜嘢。咁有咗呢個新嘅無線通訊技術，第時大家交換卡片嘅方法都有可能會改變喎。咁只要將自己部手機喺對方身上嘅標籤度嘟一下，對方卡片嘅資料就會拉咗落自己部手機度啦。越嚟越多公司推出手機應用程式，咁好多都係免費㗎，希望宣傳產品，同時吸引廣告商。但係部分應用程式升級進階呢，就要收費。無線電視記者劉碧琪報導。